今年大概有4000个侨胞登来参加双十大典，有不少人是用心打扮，青菜色水结合蓝白红三色。另外，国际贵宾拢总有集团200多人，有友邦元首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美国的贵宾，还有日本的国会集华捆访问团有43个人。提国旗、野手欢呼，热情的20多位泰国侨胞，请家己制作的服装，特别飞来台湾参加2023国庆双十大典。那这位南非侨胞规身躯的显白礼服也是亲自设计，融合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配色。这个是南非的特色啊，然后我是想说庆祝国庆嘛，用国家国旗的颜色来做。国旗希望国旗多一点。会觉得太少？是的，没错，不是太少，而是没有。我这个国旗已经用了很多年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没有给。大社会就爱中华民国来自辽国侨胞欢迎国庆国旗元素减少，也不过美国甲日本侨胞是讲真介意今年的主视觉，也表达这摆是为着蔡英文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登来支持。都很有设计，非常的有设计感，而且非常进步，一年比一年的进步。今年这个有这个5D 的效果。最后一轮，所以他做得非常好，我觉得值得回来赞扬他。就疫情的关系，5年。今年大约4000位侨胞拥有出席国庆，比去年加1倍。那各个访问贵宾有集团211人专程来台参与。包括友邦诺鲁总统、圣克里斯多夫总督、加圣文森总督、加拿大国会参议员麦唐诺、澳洲前总理加联邦众议员莫里森，参美国堪萨斯州议会众议长，也有日本日华捆会长古乌圭斯带领42位国会议员的大型访问团。蔡总统甲赖清德副总统一一接见来宾，感谢这么侪国的朋友同齐参与，也展现甲台湾建设友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